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等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还看看房企的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2月17号，雅居乐集团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2.3亿元，执行法院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雅居乐它也是在香港上市的上市房企也已经暴雷几年了。现在该公司现存8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69亿元，说明这些房企日子并没有好起来，而是一天一天的差下去宝龙地产宣布其债务重组计划已获法院正式批准，这一决定标志着公司在财务结构调整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得入改善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该计划于2024年12月17日提交至法院，并成功通过聆讯程序，随后法院下达了批准令，确认该计划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要文件已在当天被送交至公司注册处、处长处进行登记备案。据最新资讯显示，已有超过 88% 的计划债权人签署了重组支持协议，显示出债权人对宝龙地产重组计划的支持和信心。组别 A 计划债权人的计划会议中，共有511名持有投票计划债权本金及应兑付利息总额27亿美元的组别 A 计划债权人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宝龙地产它也像融创一样，境外债重组成功了，获得法院批准。对于美人债债权人来说就死马当做活马医，只要这个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拿出一点诚意，那债权人只能同意，总比清算要好。所以这个境外债重组成功关键是要看债务人，也就是实际控制人他的诚意。你像许老板这样的，为什么重组不成功呢？就是大家怀疑他把钱往国外转，他在掏空资产。我一直说融创为什么一重组就成功呢？那你说孙文斌自己把口袋的钱往出拿，把自己的资产拿出来做抵押，跟这些债权人共进退，那债权人只能说再给他几年机会看一看，总比清算强。一清算你1个亿美金恐怕能拿到200万美金就不错了。但是话也说回了你就是境外债重组成功又能怎么样？毕竟融创现在还是水深火热对吧？能不能扛得过去都是个大大的问号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小命都捏在韭菜的手里全指望着韭菜来救他。韭菜要是不买房，神仙也没招那韭菜为什么不买房呢？这个韭菜不买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收入跟房价的差距越来越大，收入追不上房价。今天这个新浪证券刊登了一个报道，叫收入追不上房价，住房负担危机正在全球蔓延。那看样子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差不多，就是收入追不上房价导致住房危机。它这个文章来源叫华尔街见闻，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当前的全球房价已经达到了仅次于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水平。由于房屋供应严重短缺，欧洲成为住房困难的重灾区。过去10年间，匈牙利、立陶宛以及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房价已经翻了1倍。说年轻人的住房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统计了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与房屋均价水平，发现当前的全球房价已经达到了仅次于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水平。他说这个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在截至2021年的50年里，全球房价涨幅最大的国家分别是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爱尔兰。这很奇怪难道没有算大国吗？50年时间里面涨幅大的居然是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看样子是没把中国统计在内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咱们遥遥领先呢？清场是遥遥领先当然包括房价。说这一现象目前在欧洲地区尤为显著，尽管就业增长强劲，但由于当地房地产市场供应严重短缺，房价和租金增速已经超过了工资的增速。说欧洲成住房困难重灾区。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称，2015年到2023年间，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的平均租金已经翻了一番，房价中位数也同比大幅上涨 75%。 匈牙利和立陶宛的房价也于同期翻了1倍，平均租金增幅达到 60%。 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租金和房价涨幅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大的。说爱尔兰政府的相关报告进一步显示，2022年间20到34岁的爱尔兰成年人中有 59% 与父母同住，高于10年前 38% 的水平，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中这一数据增幅最大的国家。造成欧洲楼市供应短缺的一大原因在于住房项目过于冗长的审批流程。这个恐怕跟咱们正好相反了，咱们只要派一个恒大去或者派一个融创
况或者碧桂园去，马上把欧洲这些小国家的住房问题给你解决掉。大家知道这个碧桂园盖房子有多快吗？周期多短吗？高周转、高杠杆，拿地到交房半年，这就是碧桂园的口号啊。说塔林负责城市规划的副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新住房项目从规划到获批往往要耗费长达10年之久，并在此后需要再花5年时间才能建成。那这效率跟碧桂园确实没得比啊。说此外，欧洲地区严格的土地使用限制也阻碍了高层住房的建设进程。英国智库机构地产负责人对此评论称当一个城市出现住房短缺时，如果房屋建设不能向外发展，就会向上发展。但从20世纪下半叶到今天，许多地方严格土地使用限制已经阻碍了建筑向上建设的步伐。就很多城市不让建那个摩天大楼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表示，房价涨幅最高的国家都是英联邦国家，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们沿袭了英国的一些限制性规划制度。他说，由于住房成本高企，越来越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包括英国、美国、爱尔兰在内的国家中，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正在迅速上升。由于爱尔兰的房价远远超出了年轻人的承担范围，很多爱尔兰人只能背井离乡。在截至4月的12个月内，爱尔兰的移民人数达到了9年来的最高水平。有当地居民对媒体表示，离别派对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年轻人们都在都柏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我们热爱这座城市，它是我们的家，但它并没有善待我们。媒体报道表示，过去几年来，当地政府已陆续开始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年轻人住房难的问题，包括推出税收减免和房贷优惠政策。这就好比这个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一样，不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房价太高，没有办法在这儿落户买房安家。这个新浪财经这个报道啊，收入追不上房价，住房负担危机啊全球蔓延。先不管它是不是客观的反映了全球住房的一个趋势，但至少这个放在国内就是这么个情况。实际上国内啊，为什么楼市低迷，房地产低迷，怎么救不起来？不是说没有这个住房需求了，住房需求还是大大的，对吧？存在，最主要是收入追不上房价。虽然现在房价有所下跌啊，那但是收入下跌不更快吗？也就是房价和收入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还在加大，那只能导致楼市低迷，对吧？还有很多人在杭州、在深圳炒房，10万一平，还准备卖给谁呢？这涨到20万卖给谁啊？谁买啊？对吧？工资收入在下降，失业增加，谁会去买那个房？钱越来越宝贵，赚钱越来越难，对吧？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所以咱们经常说你要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你还得从韭菜角度考虑问题。怎么样让韭菜有信心，让韭菜的收入真的涨起来，让韭菜感觉他一年比一年好，对吧？今年工资是5000，明年就能到8000，后年就能到1万，这样他就会去买房。今年5000，明年是4000，后年3000，再过2年就失业了，35岁一到找不到工作了，你说他怎么可能去买房？韭菜纯自己的工资，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外快，只是拿工资的话，你想想你一年能攒多少钱？10年你把你吃喝除掉，10年你能攒50万，那是非常厉害，那不是一般人，那都不是普通牛马，就是你一年攒5万，这都不是一般人，10年攒50万。现在经济变动这么大，你敢说10年以后吗？你现在28岁，10年以后38，正好失业，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对吧？35岁就找不到工作，45岁更找不到了，然后还要降薪。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老是想着各种办法去救楼市，怎么救啊？对吧？你说1000到1万，最终这个房子是要有人买走，有人来负担的，你帮谁来负担的，对吧？你政府把它买走了，你最终还要卖掉卖给谁呢？这就是为什么救楼市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搞几个政策开几个会，楼市就能稳住的。你还得切实的想办法把韭菜的预期搞好，韭菜收入搞上来，让韭菜能找到工作。中国基因报刊登一篇文章，叫低价买法拍房算是捡漏吗？年内法拍房累计已成交超10万套，什么意思？别的不说，至少有10万个韭菜破产，就这么简单。有10万个韭菜的房子被拍卖掉了，房子拍卖掉，他还欠银行钱，一定是这么个局面。这10万个韭菜竹篮打水一场空，把自己的首付付掉了，7大姑8大姨借的钱付首付没了，完了后面省吃俭用还按揭贷款，还了几年，现在断供
房子被拍卖掉，你还欠银行钱，对吧？这当大水一场空，而且还一屁股债，这又多了10万人，什么概念？这个是中国经营报啊，本报记者庄林辉、卢志坤北京报道，他说今年前11个月，全国重点城市法拍房成交规模已超10万套。日前，多家市场机构发布法拍房最新数据报告，多方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重点城市法拍房成交规模进一步上涨，成交总价则出现明显回落。同时，临近年底，全国重点城市法拍房挂拍规模迎来周期性上涨。此前，最高法再度发文明确，执行法院不得以现状拍卖为由免除调查职责，如实披露拍卖财产信息，对不动产进行处置。除有法定事由外，执行法院应当负责腾退交付，严禁在拍卖公告中声明不负责腾退。这个如果执行法院负责交付的话，那法拍房还可以酌情参与。多位受访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法拍房披露信息及执行进一步公开透明，将有效改善法拍房成交率。预计未来法拍房市场将进一步活跃，成交规模提升，同时成交价也有望持续回落。大家想一想，法拍房价格回落，那不就二手房价格回落吗？二手房价格回落，那新房价格还能挺得住吗？大量的房子由二手房进入法拍房，那一定会这样的啊！明年经济形势不好，会有更多的人暴雷，更多的人暴雷，他的房子就要被拍卖掉。法拍房一多，房价肯定跌啊！房价一跌，那新房价格能不跌吗？说相比去年，今年前11个月，全国重点城市拍房成交趋势已相对平缓，仅有部分省市挂牌与成交规模同比有较大波动，但整体来看，挂牌规模渐趋平稳，同时法拍房成交规模仍在上升。中植拍数据库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2024年全国法拍市场挂牌法拍住宅数量累计28.9万套，较2023年同期31.2万套同比减少 7.2%， 成交规模同比微增 0.5 万套。今年前11个月，全国法拍市场累计成交法拍住宅数量约 10.4 万套，2023年同期则为 9.9 万套，同比增幅约 6.1%。从成交方面看，今年11月，科尔瑞监测的典型城市法拍房成交 4831 套，环比上月微增 0.8%， 相比前10月均值减少 8%。前11个月，典型城市法拍房累计成交 5.7 万套，其中今年11月深圳法拍房成交232套，成交套数高居首位。说明什么？说明深圳炒房的暴雷的是最多。大家还记得深圳那个豪宅那个大火吧？那个燃气爆炸那个房子，它就是法拍房，很有可能就是炒房的，断供了，被法院拍卖。为什么深圳排第一啊？因为深圳炒房的多啊，炒房之都啊。这同时，郑州、杭州、北京等城市成交套数均在100套以上。从成交金额来看，11月深圳、北京、上海法拍房成交金额均超过5亿元，杭州、广州等城市成交金额在3亿元左右，成交价有望进一步回落。但是今年11月，全国法拍房市场超1万套成交规模中，一拍成交仅3819套，各拍次中占比约 36.4%。虽然一拍成交占比较2023年11月同比微增 0.5 个百分点，但一拍成交均价11899元每平米，较2023年成交均价13228元每平米减少 10%， 就是一拍成交均价下降了 10%。此外，二拍成交5373套，各拍次中占比 51%， 就是大部分是二拍拍掉的，一拍流拍，然后二拍，较2023年同期减少 2.3 个百分点。二拍成交均价7972元每平米，较2023年成交均价7342元上涨约 8.6%。变卖成交约1170套，占比 11%。重新挂拍及其他情况成交138套，占比 1.3%。变卖就是双方去商量，一拍没拍掉，二拍又没拍掉，那么这个男的房主啊，他可以跟法院申请变卖，他自己找人买，然后这个申请执行的这个债权人他得同意，你这个价格合适，那行就这么执行，这叫变卖。所以从这个法拍房来看啊，那个成交价是在下跌的。科尔瑞数据显示，今年11月典型城市法拍房平均起拍价折价率为 28%， 环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这个科尔瑞研究中心市场总监预测，后续法拍房平均折价率将有所
所回落。他说目前相比其他法拍标的整体60%左右的成交率而言，法拍房成交率仅20%左右，明显偏低。马庆林认为随着法拍房信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预计未来法拍房成交率有所回升，并为更多购房者所接受，成为房地产交易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实际上这个恐怕就导致二手房、新房价格进一步回落。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法拍房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就是你没有特殊资源，你不敢买，因为你买了之后你住不进去，法院不负责腾退，或者人家里面有个老太太住里面，或者是人家别的原因，你非常麻烦，你住不进去，完了之后你就报警也没用。或者你住进去了，人家天天来骚扰你，住不安心。总之就这些导致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去参与法拍房，所以法拍房的成交率比较低那现在最高院已经说了，法院负责腾退，就是法院负责把这房子交到你手上，是空房交到你手上，那就有很多人去参与了，便宜一旦人参与的多了，便宜，那谁还去买那个二手房？二手房价格就要下跌，同样的新房价格也要跌。所以明年这个法拍房的成交率上升，恐怕也成了这个压垮房价的一根稻草。这个凤凰网财经说说专家称有些房东不太愿意降价了，已有17%房价上涨。这个是根据16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11月份的这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变动情况。根据这个情况，这个有专家就是叫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对记者说房价下跌空间不断减少，同时房价开始上涨，一线城市的房价反弹，现在有些房东已经不太愿意降价。他表示像武汉、南京、厦门等城市过去楼市调整深度比较深，现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已经有17个城市房价上涨，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多，房地产市场回稳的态势更加明显，房东不愿意降价，那是没到降价的时候明年等到韭菜不买房，最后一波买房的韭菜已经买了，剩下的确实买不起或者不看好，你这个时候看房东他降不降，他想把房子卖出他必须降价，再加上法拍房的打击，对吧？法拍房向下的指引作用，这个不是你房东愿不愿意降价的问题，房东你只要想把房子卖出，只有降价一条路，对吧？这不是你愿不愿意。当然你说我卖得掉卖不掉无所谓，那你是可以不降价。房子降不降价要根据经济形势、经济环境来决定。只要韭菜不买房，明年连新房它都要降价。这个道理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保交楼，保交楼的核心，对吧？它通过白名单，银行给这个项目贷款，这个钱叫后进先出，要不然银行都不敢给这个项目贷款。正因为有当地政府这个叫保交楼专班各个地方政府的保交楼专班是不仅包括住建部、税务、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他们联合成立叫保交楼专班，由他们保驾护航，银行才敢给这个白名单的项目贷款。他这个贷款的前提是这个钱他是这个钱后进，但是他要先出来，就是你这个项目一旦有钱，先还这个钱，否则银行人家不敢贷款，对吧？你卖掉了，你先还以前供应商的钱，还7年前欠了别人的钱，那或者我给你贷款之前最后还，你还不起还不了了怎么办？所以他这个钱要先出，他的逻辑是把房子盖起来要卖掉了，这个银行的钱拿走。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都在保交楼，我看今年保交楼还是300多万套，这数字我记得不一定准300多万套。那这个人家韭菜已经交完钱的，已经按揭贷款了的，你把房子交给人家，但是剩下的肯定还有很多房子没卖掉，通过把这房子卖掉回笼资金还银行的钱，就这么简单。那现在问题就在这卖这房子，剩下的房子如果韭菜不愿意买，他就没办法回笼资金，银行的钱回不去，银行手上一堆房子有什么用所以现在是银行要急于收回这些资金，那就得打折卖。你看去年开始搞的白名单，今年明年顶多3年，对吧？或者就是到后年吧，面临着这钱要还，怎么还？谁还？只能把房子卖掉还，但是韭菜也不买，你不知道打折还能干什么？只能打折，那房价不要降吗？所以说这个房价下降的理由恐怕有千万条，房价上涨只能有一个理由，就是收入涨，韭菜的收入涨，对吧？房价下跌那是随便一个理由它就会跌。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他在接受今日头条头头是道专访时他评论这个现在很多专家在给城市做规划。马光远说很多专家说话极不负责任。大家看视频我们现在有很多专家胆子太大，人家叫你一声专家，你就真把自己当专家。人家说哪个老师你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城市以后怎么发展，他一下子列出7、8点来，他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可能连当地一个中学生都不如，他就敢一套一套的去讲，我觉得极其不负责任。每个城市它的发展关键是事在人为，不是说你必须给它规定一个什么产业。现在合肥凭什么能搞新能源？
谁能告诉我它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南京搞不过它？谁能告诉我？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产业，如果按照专家的，那都发展不了。所以我是特别反对那种讲什么说这个地方根据你的什么资源禀赋啊，你只能种土豆啊，你只能干嘛啊？不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资源禀赋的话，我们东部很多地方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浙江有全国最大的一个镇，全球最大的羊毛衫基地，浙江人养羊吗？不养羊，对吗？广州没有多少旅游资源，但是广州的旅游业、旅游收入一直在全国第一。为什么？因为人无中生有，创造了很多东西。所以为什么讲东部经济非常发达？主要是人，主要是观念。这个标题也有意思啊，说专家称很多专家说话极不负责任。马冠元老师自己也是专家，但是马冠元老师这次说的，我觉得非常在理。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展得起来还是发展不起来，首先啊，主要的是观念。当然了，跟那个他的禀赋、跟他的自然资源肯定有关系啊，你不能说没关系啊。那东部沿海虽然说没什么资源，但人家靠着海啊做外贸，你这个不能忽视。但是我赞同马冠元说的，首先是观念。经济落后的地方一定有。不光是说自然资源不行，恐怕这个观念也十分落后啊。合肥为什么搞新能源？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没啥意义，就像那个义乌、温州，它为什么搞小商品城啊？一个道理。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地方是走投无路，他是被逼的，对吧？那浙江人7分沙2分水1分田，他养不活自己，他只能到处瞎跑，对吧？这个一改革开放啊，就是政府只要一不控制，他就到处全国跑、全世界跑，这不机会就这么跑出来了吗？福建也一样啊，因为福建人为什么一天到晚在下南洋、广东，对吧？他们历史自古以来就到处瞎跑，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地方不活自己，自然条件太差，对吧？这只能出去找生活，坐着船漂嘛，一漂就漂到吕宋岛、南洋，不就这么来的？谁给他规划，对吧？时间长了就形成这么风气。广东人也一样，那个潮州人、潮汕都全世界。合肥呢？合肥就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他在全国垫底，30几个省会里面，他是排倒数第6还是第7啊？跟南昌一样，好的都别人吃了，肥肉啊都让别的地方分完了。你到合肥这儿，他只好硬着头皮搞新能源了。那时候新能源大家看不清楚啊，有的地方还看不上呢，他是没得选，赶上风口。这个杭州的阿里巴巴，那曾经是马云是希望到上海去的，但是上海那边的这个无所谓啊，人家那儿产业很多啊，很有钱，你搞的这玩意，人家是叫可有可无，就在那个时点，所以他最后选择了杭州嘛。杭州无非就给他点政策。杭州现在定位什么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怎么来的？先有阿里巴巴做大了，他才有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不是先有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然后孵化出阿里巴巴。所以马冠元这回我觉得说的对，观念有些地方落后，跟他的观念有非常大的关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